顶礼拜有民众伫咧社群平台顶头铺文讲，佮食到这甜佮脆芭乐，是屏东一位叫做杨中宪的农民所种的珍珠芭乐，随变甲真清，网络顶头呢就开始冒名炸生路，一挂人加做伊的名伫遐卖芭乐。本人是讲数量真有限，目前敢若伫咧超市的通路买会到尔。 假借你的名义的迄种网站，阮拢会发文去做下的动作。好啊好啊！警察局的刑警早起就走来果子园，找屏东这2日上穿的小农杨中宪先生，伊卖珍珠芭乐伫社群面顶引起讨论，袂少民众拢讲足好食。结果过无一天，就开始出现一篇的大文，讲有咧卖杨中宪的芭乐。伊表示根本无社群的口罩，只有伫超市咧卖，其他的平台甲通路有可能是诈骗。第一，我没有脆，然后我也没有给脆的任何一个人贩售。 就是我目前也没有说啊，有人他有脆，然后他想要卖我的东西。就是脆上面如果看到我自己在贩售的，应该基本上都不是我，可以宅配啊或私讯的啊，只要私讯的那个我都没有。中宪芭乐会雄雄穿起来，是顶礼拜六有民众伫社群写，超市买珍珠芭乐3粒39块，口感好搁甜，因为包装拢无品牌，只有搭一张农民的名，就引起网友讨论。落尾才知影是屏东的小农种的，想袂到过无几点钟，网络顶就出现有民众咧卖杨中宪珍珠芭乐，警方唔敢大意，早起登门了解实际销售通路。初步调查，有不明人士透过网络平台翠 FB 盗用阳性芭乐农产品照片、产地资讯对外贩售，查证品牌来源及产地资讯，避免透过不明连结及私下交付。 杨中宪讲，伊目前只有种3家左右的芭乐，种无算济，敢若伫超市通路咧卖。本身是种山药为主，无料想到会引起关注。伊真欢喜大家介意，嘛提醒民众，除了超市，无其他的所在有咧卖。若有民众看到其他通路，爱小意，唔通互骗去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